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快筛试剂实名制，也是有真侪民众买无就是买无，即摆竟然阁来出现着假货，包括面册社团，还阁有奶，拢有迄种只要大量购买，就会当甲计销压价的这个消息，上俗的只要60块。也毋过有药师讲，真侪民众摕这个快筛试剂来问，讲检测了后，迄个测试线毋是色水无共款，无就是真浅看袂出来。一个问才知影，真侪人拢是伫咧网络顶对人招团做伙买。指挥中心讲，私底下卖医疗器材，包括卖这个快筛试剂，拢是违法的，相关罚款100万。身躯边的亲戚朋友确诊的愈来愈侪，为了保护家己嘛，保护厝内人，快筛真要紧。实名制快筛，大家排咧伫买，网络嘛出现广告，也毋过计效无卡俗，而且内容甲官网真共款，这是假。共款是白色、柑仔色的鸭仔，也毋过寸尺有较细，做这商标的位无共款，中文品名嘛无共，或者专案核准的字号毋对，而且佫出现简体字。编码乌白编，而且不是台湾在地太朴科技。2条线，他发觉到说，有的人为什么是2条是红色的，有的人是1条红的，1条黑的，他们有所质疑，有的是从网络来，有的是跟人家团购的。面册社团乃有真侪假上俗的，一支才60块。一日网友讲有真侪人伫卖，嘛有伫邮局看过，提醒乡亲，这拢是假。如果不是医疗器材商，都不可以贩卖医疗器材。民众如果这样子就去贩售的话，我们可以依照《医疗器材管理法》第70条，处以3万到100万的罚款。药师提醒讲，千万唔通买来路不明的快筛试剂甲药品，才袂互人共判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